台南市为着要让台南的学生自细汉就有好的活读习惯，市府透过开发不可星球的平台，结合游戏比赛的方式来让小朋友提升学生因对活读的兴趣。平台透过看册换能量的方式，来让得到上侪能量的学生会当有能量王的称号，并接受表扬。那我们的不可星球，在我们去年黄市长以及我们郑局长的努力之下，我们推动了这个不可星球，在今年有很好的成效。我们现在总计我们全部的上架的书的种类已经超过1000本了。那我们能够闯关的题数也达到2万题以上。那另外就是我们整个能量数的部分也突破了4000万，这都是我们全市我们的学生、我们的家长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每一个书本其实都有我们应该挖掘的一个能量。那如果这个书本一挖再挖，代表它就是一个热门的书籍，因此我们就把它分为能量王啦哈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是国小的第一名的、国中第一名的跟高中第1名的书本，其实它的能量就是一被一挖再挖。为着要避免让学生长时间咧使用3C 的产品，市府甲学校积极咧打造好的活读环境，并鼓励学生加利用平台，希望会用自细汉就互因有好的活读习惯。23号嘛特别邀请到2年、3年、甲5年的能量王来到现场，由教育局的主任秘书颁发小礼物，表达肯定。今天本的书是我最喜欢不可星球的地方，然后看完书之后都会喜欢跟妈妈分享，然后也会想要当故事里的主角，让故事有不同的结局。最喜欢的是大卫·威廉写的，他很擅长运用夸张和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一些重要议题。麻豆区培文国小3年能量王梁委员表示，不可平台伫咧活读了，需要回答10个题目，才会当活着能量。这互伊伫咧活读的时阵，会开经济时间去思考内容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